好啦，咁多位現場嘅會員同埋線上嘅朋友，早晨啦，係啦，今日我游生咧，連同阿袁生咧，就為大家抽出我哋嚟緊1月份嘅活動嘅，係啦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1月份嘅活動咧就好多好精彩嘅，係啦，咁我哋咧第一個活動咧將會係咧抽出係啦，第一個活動就係10式小錦囊運動體驗班嘅，日期1月7號星期三，咁啊上午9點15分至10點嘅15分。咁啊，名額8位嘅啫。咁我哋現在咧即將會喺熒光幕嗰度咧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咁啊啱啱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啫。接住落啦，第二個活動咧係啦，將會係幻彩攞勢工藝坊係啦，將會係1月9號星期五下午3點到4點半嘅。咁啊，現在會即將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10位嘅候補嘅。5、4、3、2、1。咁啊，啱啱為大家抽出咗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嘅。再落咧就係呢個3號嘅活動剪髮服務啦，咁啊先到先得，不用抽籤嘅，係啦，將會係1月12號星期一上午9點至11點15分，係啦，咁啊將會喺其實已經係開始12月15號後咧已經可以報名交費㗎啦，咁若果有興趣嘅，亦都可以嚟到中心咧，係啦，向我哋嘅職員查詢啦，咁啊直接可以報名繳費就可以㗎啦。咁啊，第4個活動咧就係智能一族，分別有2場嘅，1月12號以及1月26號嘅，都係星期一嘅，時間下午2點半到3點半嘅。咁啊2個日子咧嘅智能一族嘅，咁啊暫時咧名額都已經滿晒啦，咁啊啱啱好8個名額係啦，亦都不用抽籤嘅，係啦。咁啊第5個活動咧將會係呢個呼吸順暢健康道路嘅講座，係啦。咁啊，日期將會係1月13號星期二下午4點鐘到5點鐘。咁啊，現在會即將為大家抽出3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10位。咁啊，熒光幕準備好啦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啦，咁啊唔該晒，啱啱抽出咗30位嘅正選啦，以及10位嘅候補。再落啦，第6個活動啦。精明就醫知多點，分別係1月14號星期三下午3點到4點半，名額同樣都係3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嘅10位。熒光幕準備好的話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啦，啱啱熒光幕都為大家抽出咗3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嘅10位啦。再落第7個活動，美容達人探訪日，日期分別係1月15號星期四，時間下午2點鐘到4點鐘，名額25位。現在會為大家抽出25位嘅正選以及候補嘅10位。熒光幕準備好就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咗正選25位以及候補嘅10位嘅。去到第8個活動啦，第8個活動就係一齊嚟唱 K 嘅1月份啦，分別有2場嘅，第一場係1月15號星期四上午9點15分至11點半嘅。咁啊，而第2場就係1月21號星期三下午2點3到4點半嘅，2場分別都係會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。咁啊，先抽出1月15號第一場先抽出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5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都亦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嘅5位啦。去到第2場，分別係1月21號星期三，咁啊現在會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以及候補4位嘅。咁啊時間將會係下午2點15分至4點半。熒光幕準備好的話，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。5、4、3、2、1。
啱啱為大家抽出1月21號嘅正選嘅10位啦，以及候補嘅4位嘅。咁啊，去到第9個活動啦。第9個活動分別係社區自由行，日期1月15號星期四下午1點鐘至5點半。咁啊現在為大家抽出15位嘅正選嘅，以及10位嘅候補。係啦，現在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5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再落就係第10個活動啦，分別係長幼共融樂融融，日期係1月17號星期六嘅，時間上午9點半至到11點半。現在為大家抽出2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2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再落就係第11號活動啦，分別係善意溝通講座，日期1月20號星期二，上午10點半至11點45分，名額30位。現在會為大家抽出3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3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嘅。再落第12個活動啦，分別係歡樂時光科子棋，日期係1月20號星期二，時間下午2點15分至4點半，名額8位。咁我現在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9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正選8位，以及候補嘅9位嘅。第13個活動啦，分別係理工大學慢性肩痛檢查計劃嘅第2場啦。咁今次個計劃活動咧，分別有2個日子嘅，係啦，分別有2場嘅。第一場分別係1月22號星期四下午2點半到5點半嘅。而第2場咧，分別係1月26號星期一下午2點半至到5點半。現在咧會為大家先抽出第1場嘅1月22號星期四嘅正選15位，以及候補嘅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月22號嘅正選15位，以及候補嘅10位。而去到第2場啦。第2場分別係1月26號星期一下午2點半到5點半，時間都係一樣嘅，係啦。同樣會抽出15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月26號嘅正選15位，以及候補嘅10位嘅。第14個活動，大腦健身室。分別係1月23號星期五，時間下午4點鐘到5點鐘嘅，名額會抽出8位，而候補10位嘅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去到第15個活動啦，就係分別係期望睇清啲嘅健康探索團。日期係1月29號星期四下午1點45分至下午4點半嘅，名額將會抽出22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22位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。再落第16個活動啦，就係玻璃畫小夜燈，分別係1月30號嘅星期五，下午3點鐘到4點半。現在會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嘅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8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再落去到第17個活動啦，分別係水口生態文化保育之旅。日期1月31號星期六，
時間下午12點半至3點半。現在會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10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10位嘅。去到第18個活動啦，分別係日本深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高爾隨球。1月6號嘅星期2，時間下午3點9到4點9。現在會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8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8位。去到1月份嘅最後一個活動啦，第19個活動，同樣係日本深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賓果頭扎。日期分別係1月13號嘅星期2，時間下午3點45分至4點45分，名額10位，以及候補嘅9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啱啱為大家抽出10位嘅正選，以及候補嘅9位。咁我哋1月份嘅活動呢，眨下眼呢為大家抽出咗19個活動啦，係啦，亦都介紹完啦。咁啊，最後一樣嘢呢，係啦，游生都想藉住今次呢機會呢，都想同大家呢係啦介紹下呢，亦都呼籲下呢，都可以呢踴躍係啦參與我哋嚟緊呢2月4號嘅中心團年飯係啦，分別係駿馬賀歲迎新禧係啦。咁啊，今次呢個活動呢，將會係嚟緊1月5號星期1嘅時間呢，上午9點鐘呢就會準時先到先得嘅形式呢開賣嘅。有興趣嘅會員呢，亦都可以呢嚟到中心呢，係啦。若果真係有同其他朋友仔啊、其他會員呢，可以早一圍呢，亦都可以嚟我哋中心接待處嗰度呢拎一份遺籍資料表格，係啦。咁若果有其他朋友仔都可以呢，當日係1月5號上午9點鐘，我哋將會8點半呢就會形式呢以先到先得嘅形式呢，就會派籌嘅形式呢發放俾大家嘅。咁若果有興趣嘅係啦，我哋就會喺2月4號星期3係啦，當日呢下午12點15分至到下午2點半嘅時間呢，就會迎見大家㗎啦。咁啊，亦都呼籲呢現場嘅朋友同埋線上嘅朋友呢，可以踴躍參與。咁我哋期望呢，我哋嚟緊呢2月嘅團年飯就可以見到大家。咁啊，眨下眼呢，我哋1月份嘅活動呢嘅活動抽籤呢都已經完結㗎啦。最後係啦，我哋鏡頭移翻嗰邊先，我同阿袁生呢都預祝大家我哋聖誕節平安。好啦，咁我哋嚟緊下年見，唔該晒，拜拜。